这个针是歪的，我们先把手柄插到机子上先。插上机子，它这个部位是正中间的哈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插的时候，这个孔对着这个杆这里，板就向上面这样，啊，对上去，然后按着这个按键这里，按下去就可以了，拆的时候也是按着这个按键按下去，然后再拔出来。装了也是先把这条杆对着这个孔先，这样，然后再按着这个按着下去，一推进去就可以了。